早晨，十字牌早餐，經過漫長嘅搬屋同埋剛好呢個星期去上咗2日嘅神學課程咧，就今日先至開始2026年嘅第一個十字牌早餐啦。我哋繼續睇詩篇第11篇嘅應用部分嘅，我哋先讀經文。我是投靠耶和華，你們怎麼對我說？你當像鳥飛往你的山去。看啊，惡人彎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裏正直的人。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什麼呢？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裏，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華試驗義人，唯有惡人和喜愛強暴的人，他心裏恨惡。他要向惡人密佈網羅，有烈火、硫磺、熱風，作他們杯中的分。因為耶和華是公義的，他喜愛公義，正直人必得見他的面。咁我哋都提過呢一篇詩篇嘅前提就係講緊有啲人係質疑點解你仲投靠神啦？你應該好似雀仔咁飛咗去，大難臨頭各自飛就啱啦。咁但係佢個奧妙之處，當你係一隻雀咁樣飛走嘅時候咧，佢就話惡人就彎弓，你一飛出去咧，佢就抱住你就要射啦。咁所以你好似睇到係冇得走喎。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作什麼咧？咁啊應用部分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咁我覺得聖書作者好精彩嘅，佢就引用翻大家仲記得，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紀嘅，就係千年蟲嘅問題。因為以前嘅嗰啲電腦系統就係2位數噶嘛。即係可能87咁就代表1987嘅啦，咁啊99，咁但係去到2000咧，咁會唔會00佢會跌咗落去1900呢個同義字裏邊咧？咁會唔會令到所有系統叫做冧檔啊？咁呢個就係以前定咗2位數做過分嘢嘅人，或者呢個系統一路咁樣跟落去嘅人冇留意到嘅情況啊嘛。即係我哋慣咗19咁樣，好似嘥晒啲時間，唔使講19啦，係咪都知80年代、70年代唔會係1890噶嘛，係1990、1880、1980啊嘛。咁佢就話咧，係啊，係好驚啊！咁咪啲人咪做好多嘢咯，係咪？又驚股市冧又成，或者成個現代生活都會毀滅好一輪啦，即係咁。咁佢就話其實驚緊係乜咧？咁佢就再深入啲落去睇嘅。佢用美國嘅 context，佢就話好似一個種喺加州種牛嘅一個家庭咁樣。咁佢去到咁上下咧，佢嘅人生嘅目標就係想去起一個小農場咁樣咯。咁啊，但係因為嗰個牛肉嘅市場又不景氣啊。加上啲2個女咧，完全冇興趣去續佢嗰個家族事業。其實香港大把，即係好似近排有一個係做遮嘅傳統行業、傳統嘅品牌都係冇人接啊，或者啲遮大家要越買越平啊，咁佢冇做落去，咁就跌咗落去一個點算咧？又冇人續，咁件事自己又唔 work。係嘛？即係你做開你個老本行，你其實不斷 downsize，不斷外判，咁你個人生嘅價值好似好多退咗休之後都唔知自己做乜嘅人，因為佢本來嗰份工係佢個身份嗰個象徵嚟㗎嘛。咁冇份工冇嘢做，咁佢喺度做乜咧？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危機啦。咁另外一個危機就係多元主義啦。多元主義即係凡事冇絕對啦，係啦，可以咁講。咁但係佢就都好精彩嘅，呢個凡事冇絕對。陣間會講多少少嘅，即係咩都係相對嘅，冇客觀嘅一個完整嘅標準嘅，係啦。你有你講，我有我講咁啦。咁跟住落到去就係呢啲社會性對於基督教嘅打擊。咁喺美國裏邊當然係好清楚啦。咁你可能18世紀。啱啱美國開國嘅年代，咁你可能係修道院啊，係咪啊？清教徒啊，即係嗰個大家嗰個價值觀好一致嘅。咁而家就
散亂啊嘛，咁梗係大家價值觀就唔一致啦。咁佢就提到一樣嘢幾好，我覺得佢就話一個多元文化裏邊咧有一樣嘢係 absolute 嘅，就係容忍咯。因為要多元啊嘛，咁你人哋係咁，你要接受人哋係咁。咁唯一唔可以接受嘅就係咩咧？就係唔接受人哋啦。好精彩啊！呢件事，即係 tolerance is the only absolute in the postmodern arsenal，and the only altitude not to be tolerant is intolerance。即係你唔容忍人哋，唔俾人哋係咁，唔俾人哋係咁多元，就係最唔啱嗰件事。即係只能接納包容，唔接納唔包容就係最唔能夠接受。而家都係咁樣嘅，其實某程度上，所以成日都話外國嗰啲年輕嘅教育仍然係教緊你可以選擇做男仔做女仔㗎，你唔一定係有呢個性器官就係嗰個性別㗎啦，咁樣嘅教導㗎嘛。咁你可能覺得好保守嘅，覺得好離譜咯。我都要加個保守落去啦。點解人哋唔可以揀隻咁樣啊嘛？咁睇下你點定義啊？即係隻牛揀話佢要做隻馬咁，佢覺得佢係隻馬嚟嘅，佢唔係隻牛嚟嘅，咁 OK 啦。咁你 by nature 你生出嚟係咁啊嘛。咁而家所以冇得講，人有嗰種自我意識，啲動物冇呢個自我意識。如果唔係啲動物有自我意識，佢都可能係咁啊。我抽燒鴨嘅故事啊嘛，即係我係抽燒鴨定係我啫嘛。咁究竟佢係長大咗變咗一隻天鵝，定係佢係鴨就係鴨，鵝就係鵝咧？咁呢啲咁嘅問題啦。咁啊落到去經文裏邊咧，其實好正嘅。佢翻去有咁多危機，即係無論基督教危機唔穩陣啦、多元啦，我哋身份嘅危機啦。咁啊落到去好啦，咁你究竟係雀仔咁樣飛咗去啊，定係要去揾神去得保障咧？咁呢個係好特別嘅。其實揾神咧都唔係冇嘢做嘅，飛咗去咧又唔係完全 free 嘅。不過佢就講緊好多人有唔同嘅反應，有一啲反應咧佢就當係飛走嗰派咧就係包括咗生存主義啦，即係自己成日安排晒可能外國地牢有一紮避難嘅設備係咪？有後備燈、後備糧食，有軍火係咪啊？一無政府嘅時候，佢哋就自己靠自己嗰種咧，即係睇劇好多啦。另外一邊咧就係好極端嘅民族主義啊，即係以前90年代啲戲都仲係咩3K 黨啊，係咪？一係就係被打壓嗰邊，佢哋叫 Black Muslims、Black Panthers，即係被打壓嘅人又有另外一種我以黑人為驕傲嘅嗰一種嘅，即係好似調翻轉頭去攻擊呢個白人主導世界嘅一種觀念咁樣咯。咁有啲戲真係咁，近排都有套戲係講，即係上翻喺 Netflix 嗰度就係講黑人嘅女仔細路女俾2個白人輪奸，係啦。咁然後個阿爸就去殺，因為知道個法庭會放走呢2個白人，所以佢就去殺死咗個其中一個白人喺要審嘅時候。然後就最終個故事個主軸就係去審個黑人，係啦，有冇罪？咁就 Samuel Jackson 其中一套都可以話係成名作啊！咁嗰套戲好多老牌演員都喺度嘅，都係講緊一個咁嘅問題。係咁啊，最後就係幾種啦。如果係基督教背景啲嘅，有一啲就係自己匿埋啦，係咪啊？自己住喺個山頭度，唔好同人哋有接觸啦。咁啊，你唔河水不犯井水，你唔好搞到我，咁我就冇問題啦。係啊，即係嗰啲超基要派嘅猶太社群，類似呢啲做法啦。即係自己縮埋一角，另外一邊就完全同化啦。唉，個世界係咁噶啦，咁跟佢哋咁行啦。如果唔係就好辛苦啊，自己。係嘛？即係個個都係離婚嘅，個個都係性都係好隨意㗎啦。即係同埋物質主義又買嘢唔開心咪咁，全部照跟啦。唉，即係堅持嚟都係嘥氣嘅，其實咁樣啦又可以。咁咪就翻到去最後就係何謂 finding refuge in God，即係點樣去揾翻神係避難喺神當中咧？佢就話唔係唔做嘢嘅，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仲高難度，即係包括咗
當然啦，就係納粹嘅時間最簡單啦。有啲人冇生命危險去救嗰啲猶太人啦，係咪？有啲人就甚至乎係參與要刺殺希特拉嘅一啲行動啦。咁呢啲好多倫理嘅問題嘅。咁啊，當然佢 call 嘅一句説話就係邊個人要去保守佢嘅性命，就會失去佢嘅性命啊嘛。路加福音9章24節。邊個人係為咗神而放棄佢嘅性命，反而會得着個生命？呢個就永遠都係嗰個焦點喺邊度？究竟我係為咗自己出發，自己怕死，自己怕有損失，定還是係怕神有損失咁樣嘅道理嘅？咁啊，《使徒行傳》裏邊司提反就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喺眾人嘅反對同埋敵視嘅面前，依然都去宣講佢對於個信仰嘅理解啦、見證神啦。咁啊，耶穌基督客西馬尼園都係一樣道理。所以無論喺基督教圈內圈外，其實都被一個叫做身份認同嘅危機啦、多元主義啦，同埋基督教呢個本來好似好基礎嘅價值削弱嘅呢3樣嘢嘅情況影響底下，形成今日嘅局面啦。咁呢個俾我哋去提醒我哋，好似宏觀少少去望翻自己作為其中一份子，應該去揀好似雀仔咁飛走咗啊，定係去揾神，任庇喺佢嘅翅膀下邊。咁我哋一齊禱告。主，感謝你俾我哋都再一次睇見經文，每一段嘅詩篇都有佢嘅獨特嘅角度同埋詩人獨特嘅心情。呢個都可能反映緊我哋當我哋一唔係去揾神去幫助嘅時候，就有好多唔同嘅奇特嘅狀況會走出嚟。咁啊，總會有一啲人同你同行嘅，而亦都可能一齊去行去滅亡當中，因為即係撒旦就係抱住呢啲飛出嘅雀仔，隨時射之前過嚟。求主咧俾我哋有聖察嘅心意，信禱告同主耶穌名字祈求。